一直以嚟咧，好多人都講香港係填鴨式嘅教育，但係呢個咧就只係上一代嘅概念。我哋學校係非常着重咧，學生透過多元化活動，愉快咁去學習。喺常規課程裏邊咧，老師會透過唔同類型嘅遊戲、分組活動，俾學生獲得知識。同時，我哋都會慶祝唔同嘅節日，好似萬聖節，學生又會參與咧一系列嘅英文遊戲同埋活動，以英語介紹自己嘅造型等等。透過呢啲大型嘅活動，同學認識到唔同文化價值，豐富咗學生嘅學習經驗。好開心咧，見到老師同埋同學都係好投入㗎。學生參與多咗活動，感受到佢哋亦都比以前開朗。小朋友讀書讀得開心，有動力不斷咁去學習同埋追求進步。相信佢哋嘅將來都必定會有所成就嘅。